曾为中视当家花旦的女星甄丽与老公结婚多年，并育有一子一女。近日她上节目分享家庭，爆料老公都会在外面跟朋友吹嘘自己的床上功夫，但为了在外面替老公留面子，在一次被问到老公到底有多厉害时，她便顺势的回说每天都被顶到位。结果她在当天事后跟老公说，却得到超悲惨的下场。艺人甄丽日前上谈话性节目1%强，节目中邀请到各国代表来宾一起谈论深夜话题，聊不同国家的深夜激战秘密，却意外发现美国女性里有80%女性会用演的方式假高潮，除了顾及男方面子之外，也能让这场激战早点结束。而日本女性更是高达90%会这样做。主持人小珍一听相当傻眼，表示或许就是因为女性这样才把男生宠坏，让他们认为自己很厉害，便到处吹嘘。甄丽在听完后也同意，分享自己有次跟着老公去打高尔夫，没想到老公的朋友却突然向前问她到底有多厉害。甄丽一听马上意识到是自己老公在外面向有人吹嘘，但为了顾及老公面子，她直接回答我每天都被顶到位。而一直想要拼第3胎的她在当天就利用这件事跟老公说，你都说你那么厉害了，那是不是等下回家可以试一下？未料老公听完竟开始躲着她，不敢跟她睡，让她相当傻眼。悲惨下场也让节目来宾当场笑翻。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。